傳說中，兩位擁有鳩吹之力嘅主持被選中成為鳩吹戰士。笑聲係佢哋唯一嘅武器，廢話係佢哋最強嘅魔法。佢哋背負住拯救香城笑點嘅宿命，誓要同負能量嚟一場你追我奪嘅熱血卡巴迪。咁我啲普通話就唔係幾好嘅咁樣，所以咧一開頭都好，即係我去到台灣都每次講嘢都好戰戰兢兢咁樣啦。跟住記得有一次咧最柒嘅一件事咧就係我頭幾日咧落機，即係我落咗去，即係出翻嚟啦。出翻嚟頭幾日咧就去買嗰啲叫咩刨冰啊，台灣嗰啲刨冰啦咁樣。跟住啲台灣啲刨冰係自己嗌啲配料噶嘛，跟住我就想嗌嗰個芋頭。我記得我喺你隔離。跟住咧，以我嘅理解咧，台灣如果嗌芋頭應該係烏頭。烏頭，跟住個阿姐咧，因為佢唔知我係山間人，跟住話烏頭，哪是烏頭啊？哪個是烏頭啊？跟住我就指住嗰個紫色嗰撇嘢，芋頭，這個是芋頭，怎麼練啊你？咋辦？我唔知點解個阿姨講嘢好似係大陸啲普通話，但係我俾佢串唔掂咯。另外一次柒嘢就係台灣啲人講嘢好快噶嘛。跟住每次嗰啲俾完錢之後又係俾錢嗰人，要不要發票啊？要不要發票啊？有冇發票啊？跟住便當嗰啲，有冇揸啦？有冇揸啦？有冇揸啦？跟住我一下完全根本係聽唔到佢講啲咩，我每次都係話好咁樣，俾到加晒落去，都加晒。跟住我後尾先，我啲同學就好心提我，他問你要不要揸啦咁樣，即係我之後先開始發現，原來台灣人即係平常嘅溝通係咁撚快嘅，原來 rap 咁樣咯。但係你真係聽唔到啊！你有冇交代？有冇交代？原來問你有冇交代啊？係咯，所以係有啲時間要適應下嘅。不過後尾都我唔係台語先，我國語都進步咗啦，係啦，所以都適應翻嘅。開始有翻啲回憶啊！嗰個Family Mart 嗰首歌好似係全家就是你的家咁樣啊，好溫馨。跟住揀買嘢，咁台灣便利店你始終人生路不熟啊嘛，好好奇啊，好多嘢買。我記得啱啱一開始落地嘅時候咧，即係隔離園啦，買咗好多嘢翻屋企食嘅，咩杯麵啊買啲啊，跟住咧佢哋好多嗰啲便當啊，好多嗰啲意粉啊咁樣咧，又食下咁樣，即係價廉物美。咁我買嘅時候咧，就諗住俾錢啦，拎過去。成日第一樣嘢佢會問你係咪就係要唔要齋齋嘛？好加熱，呢個都仲聽得明嘅，OK 嘅啊 good， 聽到去咁啊熱埋翻屋企食。跟住下一句就係問有咩仔豬啊？仔豬，我真係呆咗啊！呆咗起碼10秒，仔豬啊！死啦！我都唔記得咗咩債豬添。佢係嗰啲發票嗰啲載發票載具，屌你 GTA 嗰啲載具。我對於載具嘅認識就係 GTA 嘅年代嗰撳 F 掣，咦咁樣入去咗。GTA 好似唔使泊車嘅。依家台灣服務咁好嘅咩？有得泊車，無知咧係會令所有嘢都恐懼。所以台灣即係可能同香港啲用字有啲唔同。咁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我翻到學啦，終於開始我嘅校園生活啦。個班長行過嚟問：啊，你有咩有講義啊？跟住講義啊，跟住我就諗咩講義啊？即係我要講道理定係點？我唔係好明你講緊啲乜嘢喎。跟住講義。跟住佢就話：什麼是講義啊？跟住佢係勁驚訝咁樣，即係好似發現新大陸咁樣。你竟然唔知咩叫講義？跟住我就諗：哇，乜而家依間學校咁講仁義道德嘅咩？即係中意同人 sell 仁義道德嗰啲嘢嘅咩？講義咁樣。跟住我可能我側邊嗰個同學發現有啲唔對路啦，發現我呢條有啲騎啊，應該可以。跟住就筆記。咁你一開始用 BG 咪考咯，錄埋頭碌屎啊，叫講義啊！我作為一個香港人，我真係萬想不到講義就係碌屎咯，因為我哋香港叫碌屎啊嘛。
係啦咪，即係你英文就叫 notes 啫，我哋啲 Chinglish 即係中文，一係筆記，一係就係叫做你都唔會講筆記啦，你喺香港。中學嘅時候講咩㗎？即係有 notes 咯冇，drop the notes 除咗咯 notes 冇咗中文嘅咩？冇，唔係有中文叫筆記，但係你好少講筆記噶嘛，好唔知點解，即係你香港你係都有啲英文咁樣，你講筆記就會成件事好 low 咁樣噶嘛。咁又係，咁又係，即係啊，即係係係咯，咁我咪碌屎咁樣，咁佢講筆記咁樣，哦賺意，咁我就開始，我嗰下咧就明白到，哦原來台灣咧，原來學校咧嘅一啲用語咧同香港都唔同嘅，